第一次體驗 F1 06賽道，先由名古屋自駕1個鐘去到06，去到正門入口仲會見到一大班車迷喺度報車手返工嗰刻，入場可以先整一張只係400英嘅 Suzuka 2026限定車手證。每年 Suzuka 嘅比賽都會睇到櫻花，氣氛啱啱好，就當然要大手購入支持嘅車隊嘅周邊啦。過唔少搶手嘅周邊，其實星期五朝早就已經買晒啦。Suzuka 賽事其中一個亮點就係大家每年都落足心機嘅造型。另外不得不提嘅係現場伙食種類好多，唔算貴，仲幾好食添啊喂！同支持嘅車手打埋個靚卡，買到杯用會場限定設計嘅啤酒杯嘅 Heineken 就要準備入場坐啦。入場每人仲會派一支 F1 Suzuka 2026嘅旗仔，好值得留念噶。正賽之前會先有 Drivers Parade， 之後紅燈一熄，正賽開始，現場氣氛超級好，現場所有參加者都超級投入啊！完場大家仲會紛紛跑去可以落賽道嘅入口，感受一下車手喺賽道嘅視覺。行完半個圈太攰，仲可以食埋嘢先走啊！咁多位 F1 新手車迷，下年06賽道見。